可是我就无用，一个人爱做这些代志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赵汉新，袂当叫我英文名叫仔儿。我对台湾来，阮兜拢台南人，但是阮爸爸做工课的关系，阮兜伫咧新竹大汉。我今日要讲的这个见证呢，毋是讲介欢喜，但是不离啊凄惨。我真惊会影响到大家的信仰，所以我一直咧祈祷讲，希望我今仔日讲的话，毋管你听到的是，你感觉是一个 happy ending or not， 希望上帝会当做你的工课。阮兜信耶稣足久啊，我自细汉是伫咧，就是天主教的幼稚园大汉。所以阮兜祈祷，阮兜信主已经真久啊。会当讲是对我就细汉开始，差不多亲像拄则遐囡仔共款，遮尔细汉开始。我定定听着阮主日学老师会讲，恁敢有相信耶稣？恁敢有相信这个主？啊，囡仔，我相信啊，我真正就相信。我大概拢头一个举手，我相信。我就是迄个信心上坚定的人，就是我。啊，即个代志一直到我就是讲变做青少年的时阵嘛是共款。阮兜拢伫咧教会内底，就是做服务，嘛是替主做见证。规家伙仔拢逐礼拜拢去教会，啊嘛参加即个护士的活动。伫迄当时，我真正就相信耶稣，我真正就相信圣经，我相信这一切，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我毋捌家己怀疑过。但是，就伫咧我大学2年的迄个时阵，迄年是过年啦。迄当阵29暝，阮规家伙仔食完饭了，因为人伤济嘛，就分开来困。啊，讲明仔早起起来，大家要做伙去唱卡拉 OK 啦。啊，就伫咧透早就早，我就互阮阿姨学起讲，紧嘞，你顶起来，恁爸爸该先死去。我讲，这是啥物情形？我真正毋知影咧变啥物，想讲应该是阮爸爸咧甲阮创治啊。我就想嘛，奇怪，啊伊哪会经伫过年的时阵？安尼讲即个笑话，安尼真正无好笑，就想讲好，啊，阮大家就开车去看，啊，搁家己骂一下安尼，啊，就开车去，看阮爸爸倒伫遐。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相信讲即个代志会发生，就是讲，迄个时阵所有的人啊，阮阿伯啊，阮厝内底所有的人，拢看我，大家拢看我讲，啊，即摆要安怎？我迄个时阵19岁，你问一个19岁囡仔讲要安怎，我嘛实在是毋知影吼。我就讲即个代志我嘛无法度处理啊。我看阮爸爸也讲，你敢会家己坐起来讲一下？你想安怎办啊？你也无讲过啊。大家拢看我，阮妈妈迄当阵已经哭到死昏伫边啊，阮弟弟嘛是。我就好啊，就来办吧。但是规个家族的人啊，拢是信仰就是台湾传统的迄宗教，无人办过基督教的，就是赞美安尼。我就讲好，迄当阵嘛是真感谢迄个时阵台南的教会啊，大家拢手斗相共的，就把即件代志做了。做了有足侪阮妈妈的朋友啊，足侪阮伫咧教会的朋友啊、阿姨啊、阿姐，就来甲你讲，这是上帝的好意，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真正就爱你。你若知影即句话，我自细汉听到大汉，我毋捌怀疑过，但是伫咧迄个时阵，我真正就想要甲伊扒落去，我就真正就想要甲伊讲。等到你家己办过恁爸爸的葬礼的时阵，你才来甲我讲，这是上帝的祝福，
上帝安尼是为你好，我真正看袂出来，到底安尼好伫倒位。所以即件代志了后，我真严重的 PTSD， 就是迄个时阵无法度困，一点点仔声，只要有一点点仔声，我就会爬起来。我一定爱为阮兜的1楼甲5楼安尼全部顺顺的看看。我爱确定每一个人拢伫个，阮兜无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才会当搁倒去。但是我倒去了，我嘛无法度困，就安尼真久的时间。我想讲好啦，可能上帝嘛有伊的安排吧，可能安尼对阮爸爸是较好的，就好。安尼后来搁继续去教会，但是伫咧1年了后，我伫咧自细汉到大汉的迄个教会内底，阮做伙大汉的一个厝边的一个弟弟啊，伊到阮弟弟病岁，常常出车祸就死去。因兜嘛是足虔诚的，就是基督教。大家拢伫咧教会熟悉大汉，我真正是看伊大汉，真善良、真乖的一个囡仔。我迄当初已经离开教会，我真正无法度搁相信主，但是我为着伊，我搁转去一届，就是去参加伊的迄个葬礼安尼。啊，伫咧做4礼拜的时阵，我看着因妈妈，阮做厝边遮侪年，我毋捌看过因妈妈遮艰苦、遮瘦。你看着伊的迄个眼神，你真正毋知影要安怎相信主啊。所以我着迄个时阵，我着徛伫咧教会的门口。我看着迄个视频，自细汉看到大汉写视频，我就讲：主啊，你实在是上过残忍。我无看过、无听过像你遮尔残忍的一个事。后来了，我就离开教会了。啊，未结束，我感觉上帝无要甲我放我煞。伫我大学要毕业之前，我一个真好的朋友。自杀，但是因为阮拢知影，大家拢知影伊就是 depression 真严重。我迄个时阵，我着想讲，神咧创造人的时阵，伊到底是咧想啥物？我自细汉信仰的即个上帝，伊到底是咧想啥物呢？所以后来我着决定讲，无安尼好啊，你。甲我身躯边所有的人拢带走，你嘛甲我做伙收收去，安尼较归去。留一个人活的实在是真艰苦的代志。我毋知影恁大家有安尼的经验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咧等迄就是学校，我申请美国的研究所。等学校出来之前，我就一个人走去台东。我迄个时阵的想法是，我袂当去死，我袂当去自杀。因为阮妈妈会艰苦，我感觉伊一定足可怜，伊实在是足无辜的。我感觉安尼足可怜，袂使，袂当去自杀。但是，若是我是意外死去，安尼就无算我自杀，对。所以我感觉我足巧，我就一个人徛倒来去台东。我经上危险的时阵，落大雨啊、风台的时阵，去泰鲁阁，一个人骑车去。即件代志到即摆，阮妈妈毋知影，所以拜托大家莫甲你讲。啊，一个人骑车去遐，真正足危险。我想讲好，今仔日就是一个好的时机啊！上帝，我准备好，你随时当甲我收收去。我一个人骑车伫咧内底踅，踅到手啊，要日头落山，我就想讲好啦，安尼即摆爱出去啊。就拄着一个。就是一个咧做工课人咧施工的所在，施工的迄工人无注意好，就叫我徛过去，结果拄好顶头一个大的石头会用落来，毋知影。我就看到迄个石头为我头顶安尼飞，就真正差一点啊，甲我牵着。若是牵着我即摆就无伫遮，无牵着。好，迄个时阵开始会惊。迄个时阵开始会想讲，就有一个声音啊，我感觉这是人的转念，讲哦，我真正袂当是伫遮。即摆开始咧想办法要走出去，要逃走，要走出迄个所在，因为迄当时真正足危险，搁落大雨，
无电火啊，就恐怖。佮有死人啊啥物。我迄个时阵着哪徛，啊路面拢无车，拢无人，哪徛上帝讲，开始想着上帝啊。着讲，我毋知影你到底想要创啥，我感觉你一直甲我创治啊。伫我的人生内底，我感觉你无亲像比我细汉时阵熟悉安尼啊。你最残忍的，你杀死我遮济人，我身躯比遮济人，恁家因拢带走，你也无一个解释。你好歹嘛，互我一个警告嘛，讲你即摆要甲因带走，也拢无。我感觉实在是最残忍。但是我嘛知影，即摆会当救我的人，可能敢若你。所以我着哪徛哪祈祷讲，主啊，我嘛无别个方法。我即摆会当唯一活落去，莫死伫遮个即个希望着伫咧你身躯顶。我拜托你甲我带离去，带离开即个所在。就安尼啊，我着一路顺安尼骑出去，风就透啊，雨就大啊，外口死人安那，足恐怖！你搁等一个人伫咧山谷内底，足恐怖。但是我规站好好骑出去。我骑出去了后，我外头我搁看，迄个山足乌的，完全拢无光，拢无电火。我感觉亲像我的人生共款。我着甲耶稣讲，你甲我带出来即个所在，我着有答应讲，我的人生过来替伊做见证。所以迄当阵牧师问我讲，啊，你啥怎拄着遮个代志，你搁想要过来信上？其实我无真正就想要来信上帝，但是因为我甲伊讲好，你有甲人讲好，你有甲人约束，你袂当安尼讲话无算话。所以我要来之前，我就开始找教会，找着即个教会。啊，伫咧遮我真正为大家身躯顶为素质、牧师、史蒂文哥、昆玲姐，啊，搁出济碧兰姐、赵芳兄为大家身躯顶看着主，看着我即个自细汉相信的上帝。我知影讲，可能每一个人拢有大家生活内底的困难，也是你人生遇着足济代志，你无法度搁相信主。你相信我，我真正知影迄种感觉。我到今仔日，我嘛是真无确定讲我是安怎要相信，搁继续相信主。但是我会当讲的一件代志，就是伫咧上尾后的时阵，你性命上尾后的时阵，你唯一会当做的嘛是相信主。所以讲，你若是拄着啥物袂当过去，也是你拄着啥物感觉上帝伫咧真正甲我增效，甲我创治啊！即个时阵，我希望讲，我会当来为你祈祷，因为我真正知影迄种痛苦，我真正知影你的心情。这是真正发生伫每一个人身上拢可能拄着的代志，所以莫失去你的盼望。多谢。